部落客无敌小恩恩去年5月大方分享老婆有马妹 Annie 裸汤照，引起关注。事后更自曝妻子其实是亲表妹，在国外登记结婚后育有1子1女，只不过全家才刚移民至美国不到1年的时间。无敌小恩恩昨8日在脸书上抒发离婚心情，并提到前妻 Annie 与工作地点的主厨陷入热恋，因此选择离开家庭。今9日，无敌小恩恩再次发文力挺前妻，她是我今生到现在最爱的人，不是你们口中的婊子。无敌小恩恩提到，当时与前妻挺过各种风波，决定带着孩子到美国展开新的。前妻也有了成为世界级甜点师的梦想，自己则是帮助他达成梦想，在家带小孩，让他专心工作。不过，无敌小恩恩表示，也许是我对他太严格，怕他骄傲，不喜欢给称赞。尽管知道他很棒，回家也会强迫他陪小孩，但却没注意到前妻其实很累。再加上2人缺乏沟通之下，直到另一个人的出现，前妻与甜点店主厨陷入热恋。无敌小恩恩强调，那主厨是墨西哥人，没有美国身份，也不有钱，但他们在一起妹就是会很开心。小恩恩坦言，虽然痛苦，但决定成全他们。他要走，我完全没有拦着他。他被主厨放鸽子的时候也很伤心，但是你知道，爱一个人你会愿意为他做任何事，所以让他暂住这个以前是个家的地方。至于小恩恩昨天在 PO 文中提到，前妻决定不带走2个孩子，引起酸民挞伐。他今天则是解释，妹也不是真的完全不要小孩，她有梦想要追，小孩如果给她也是请保姆，资源不会如我这边好。我们算是在最坏的情况为小孩做了最好的打算。小恩恩文章最后再次力挺前妻，感谢他过去这段美好的回忆。他不会得到我的祝福，但我也不会伤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今生到现在最爱的人，不是你们口中的婊子。